没有劳保有农保，那但是其实它算是工会，你看这样算工会吗？你那个是算工会吗？这波疫情，各行各业拢受影响，市府第一时间推出纾困专办公室。目前纾困专线对原本17线已经扩充到20线，让需要的企业甲民众来洽询。根据统计，专办公室成立以来，每一天对8点到下晡5点半，中昼无休困，平均拢超过1500通，电话唔捌停过。各局处轮班负责业务人员拢食甲手软。目前民众需求是蛮大的，就是会打来询问说，他是不是有各种可以让他们帮助到他们的方案这样子。那我们就尽我们所能的，就是针对我们手上有的方案，然后来询问民众说，他是符合哪个资格，然后请他打到哪个地方去做询问这样子。电话响不停呢？电话对，就现在还在响。针对市民所困的需求，20线来接也是有真大负担，所以市长黄伟哲进一步宣布推出纾困小帮手的 QR code， 只要用来扫描入去，希望真紧地当解答民众的困难。他只要用你的 LINE 这个来扫描进去，那就可以进去这个纾困 QR code， 那也可以节省你很多等待的时间。有时候你要打纾困专线要等很久。因为我们虽然有好几十线的这个纾困专线但是有很多民众还是需求蛮多的。那在第一时间你用这个纾困的这个LINE@ 官方账号直接扫描进去，就很快的时间内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解答你的问题。那如果还有这个不明了、不尽完美的，还是有自己有特殊需要的这个部分再来寻求这个专线电话的这个打这个专线电话都还来得及。所以初步的这个纾困的资讯就在这个纾困小帮手里面的 LINE@ 欢迎大家利用，直接去搜寻经发局的纾困小帮手，直接加入我们的 LINE@。这 LINE@ 里面呢，我们有非常多的功能。首先，我们先说明一下。下面它的下部呢有6个这样的一个功能，包括我们台南市的 COVID-19 的资讯专区，这会连接到我们市政府所有相关的一个资讯网里面。另外，我们的纾困电话，您按下去以后，它就会直接出来我们的纾困电话，那么你也可以直接做拨打。另外呢，我们也加入了我们的全台湾特殊的这个台南便利送，透过这个便利送的部分，我们来推销我们的市场，推销我们的商圈。让这部分直接在你的手机里面就可以轻便的达到购物的一个功能。另外，针对于小规模的这些营业人，包括摊商的部分，我们也补助的一些相关规定也在这里。只要您轻轻的点选我们的小规模的这个联络人，他就会告诉你您所需要减负的相关的资料，还有您必须要去做的一些相关可能的申请。就强调中央相关纾困4.0的方案一旦出炉，市府网络资讯也随时更新，希望透过无同的管道，让民众方便得到正确的防疫甲纾困资讯。台新闻管及何乔邦采访报道。